有啲人見到我，用咩證明？有啲人見到我，用先生見到先生咧，好犀利！我佢講頭髮又白嘅，大鼻又白，鬚白白嘅，有鬚嘅又白嘅講。講先生幾老？係咁老咯，會老過去冇？唔會，會後生過去冇？唔會，你咁就係咁樣。點解你咁老呢？啊？點解你我中意咯，為着我中意咯，為着我本身中意。你唔記得咩？你一過起身咗，你問你話幾多歲？100咋，冇200㗎。你知道？你係咁多歲，你係咁靚，你俾你咁靚，俾你咁多歲，你嗰時嘅靚係冇得形容㗎，冇得比較。唔係跟你死嘅年紀，唔係跟你死嘅年紀。啊！你係咁老就咁老，你後生就咁後生，100個嘢，你嘅要求俾你得到100冇200，你唔得去受。我今日改身咗，我係18歲，遲啲咁多我係20歲，再遲啲個可以26歲，冇咁嘅事，100你揀。你有聽過我講冇？啊？我有講咗你，所以你冇聽，你哋冇留意聽，你冇留意聽。